今日同大家拆解一個全香港甚至全球幾十億人每日都踩緊嘅飲食大陷阱。大家每日做完嘢返到屋企，打開飯煲，盛一碗香噴噴、白雪雪嘅精米白飯，配埋兩樣家常菜，覺得好滿足，對唔對？但我今日要好殘忍咁講一句，呢碗白飯好可能就係你越食越肥，體脂居高不下，精神容易疲倦，甚至餐後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暴升嘅罪魁禍首。大家唔好以為我嚇你，喺傳統飲食觀念入面，精製白米同白麵粉一直佔據住我哋餐桌嘅核心位置。但隨住現代食品加工技術越來越發達，我哋食緊嘅白飯已經被剝去咗最精華嘅麩皮同胚芽，剩低落嚟嘅幾乎全部分解成澱粉。你食一碗白飯落肚，消化系統幾十秒內就將佢轉化成大量葡萄糖衝入血液，胰島素急劇分泌，將多餘血糖轉化成脂肪囤積喺你嘅內臟同腰圍。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明明食得唔多，但人到中年肚腩依然急劇膨脹嘅根本原因。咁到底點樣可以既滿足到食主食嘅飽腹感，又可以降血糖、降血脂、減脂肪？今日我翻查咗全球最新嘅營養學研究同臨床數據，為大家大公開全球10個最容易被忽略但功效極之驚人嘅超級主食。大家要注意，呢個排行榜絕對出乎你意料。平時被封為養生聖品嘅小米，喺呢個全球榜單入面，居然只係排喺第6位。咁到底第1名係何方神聖？居然被全球營養學界封為減肥降血脂神器。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如果身邊有血糖偏高、高血脂或者一直減唔到肥嘅朋友，呢集內容絕對可以幫到你。首先登場嘅第10名係喺日本同韓國非常流行嘅蕎麥。好多人以為蕎麥係小麥嘅一種，其實完全錯晒。蕎麥根本唔含小麥嘅麩質，所以對麩質過敏嘅朋友非常友好。蕎麥嘅升糖指數 GI 值只有45左右，屬於典型嘅低 GI 食物。蕎麥之所以能入選，最關鍵嘅原因係佢含有極之豐富嘅盧丁。盧丁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黃酮類物質，可以強化我哋全身嘅微血管彈性。對於長期高血壓、血管硬化嘅朋友嚟講，蕎麥簡直係天然嘅血管修復劑。除此之外，蕎麥入面嘅膳食纖維含量係白米嘅4倍以上，富含 D、手性肌醇，被證實能夠顯著提升我哋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大家去超市買整粒嘅苦蕎麥粒，煮飯嘅時候加入1/3嘅蕎麥粒同白米一齊煮，帶有淡淡堅果香氣，口感非常豐富。排喺第9名嘅係燕麥米，請大家注意，我呢度講嘅絕對唔係超市買嘅嗰啲加咗香精、奶精、一沖即飲嘅即食燕麥片。嗰啲加工燕麥片嘅升糖指數高達70以上，食落肚同飲糖水冇咩分別。我講嘅係保留咗完整麩皮嘅鋼切燕麥或者全粒燕麥米。燕麥米嘅核心武器係佢含有嘅水溶性膳食纖維 beta 葡聚糖。beta 葡聚糖喺我哋嘅腸道入面會吸水膨脹，形成一種高黏度嘅凝膠，像吸塵機咁喺腸道內抓取膽汁酸，並排出體外，迫使肝臟消耗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臨床數據顯示，每日攝取3克燕麥 beta 葡聚糖，連續4個星期，可以令壞膽固醇降低5%至10%。建議前一晚用清水將燕麥米浸泡8小時以上，然後用1:2嘅比例加水放入電飯煲，煮出嚟爆口嘅口感非常有意思。第8名係高粱，高粱嘅升糖指數只有50左右。最特別嘅係佢富含極高濃度嘅單寧酸同埋抗性澱粉。高粱入面嘅單寧酸可以同澱粉酶結合，降低你消化碳水化合物嘅效率。而高粱嘅抗性澱粉根本唔會喺小腸被消化吸收，佢會直接進入大腸，成為腸道益生菌嘅大餐，被發酵成短鏈脂肪酸，修復腸道黏膜，抑制全身性慢性發炎。因為高粱質地比較硬，建議搭配紅豆、黑豆一齊煲成養生雜糧粥。排喺第7名嘅係近年喺減肥圈子爆紅嘅鷹嘴豆。鷹嘴豆嘅升糖指數低至33，
係真正嘅超低 GI 主食。每100克煮熟嘅鷹嘴豆含有高達8克嘅膳食纖維同9克嘅植物蛋白。食完一碗鷹嘴豆，你嘅飽腹感可以維持4至5個小時。更加震撼嘅係，鷹嘴豆富含鉀、鎂、鐵同葉酸，鎂元素係全身超過300種酶促反應嘅負因子，特別喺葡萄糖代謝同胰島素信號傳導入面扮演關鍵角色。你可以買罐裝熟鷹嘴豆，瀝乾後灑上黑胡椒同少許橄欖油，放入氣炸鍋，以180度炸15分鐘，就會變成酥脆香口嘅低卡路里主食零食。重點嚟啦！第6名竟然就係被無數人推崇為養生第一谷嘅小米。好多人一定好好奇，小米唔係養胃神仙湯咩？點解只係排喺第6位？我哋要用科學客觀嘅態度睇問題。小米確實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B 群、鋅同硒。小米粥上面嘅粥油，對於胃黏膜受損嘅人確實係極佳嘅滋補品。但是小米有一個非常致命嘅弱點，就係佢嘅升糖指數喺全穀物入面屬於偏高嘅水平。如果將小米煮成黏稠嘅濃粥，由於澱粉高度糊化，佢嘅 GI 值可以飆升到75甚至80以上，幾乎同白米粥持平。對於糖尿病患者或者急需減肥、降血糖嘅朋友嚟講，如果大碗大碗咁飲濃小米粥，餐後血糖依然會劇烈波動。正確嘅食法係將小米同黑米、紅豆等超低 GI 嘅食材混合煮成乾飯，保留顆粒感，這樣既可以吸收營養，又唔會令血糖暴升。進入前5強，第5名係我哋亞洲人非常熟悉嘅黑米同紫米。黑米之所以呈深黑色，係因為佢嘅外皮富含極高濃度嘅花青素。花青素係自然界入面最強效嘅水溶性抗氧化劑之一，其抗氧化能力係維生素 C 嘅20倍，維生素 E 嘅50倍。最新研究顯示，花青素能夠有效抑制壞膽固醇嘅氧化，正正係防止血管硬化嘅第一道防線。此外，黑米嘅升糖指數只有55左右，膳食纖維係白米嘅5倍。煮嘅時候，因為黑米外皮堅硬，建議先浸泡4小時以上，同白米以1:1嘅比例混合煲飯。第4名係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官方認證嘅藜米。藜米源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佢最震撼嘅一點係，佢係植物界入面極之罕見嘅全蛋白主食。藜麥含有全部9種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嘅必需氨基酸，而且蛋白質含量高達14%至18%，品質媲美牛肉同牛奶。藜麥嘅 GI 值只有35左右，而且完全唔含麩質。煮熟之後，外圈會彈出一條可愛嘅白色小胚芽，咬落去有爆珠般嘅 Q 彈口感，非常適合做沙律或者直接代替白飯。榮登第3名嘅係來自青藏高原嘅青稞。青稞係目前世界上所有麥類作物入面 beta 葡聚糖含量最高嘅穀物，平均達到5%至8%，係普通小麥嘅15倍以上。臨床研究證實，長期以青稞為主食，可以顯著降低血清總膽固醇、甘油三酯，同埋改善脂肪肝。青稞嘅升糖指數只有25至30左右，食落肚之後，血糖曲線幾乎係一條平緩嘅直線。大家可以用青稞米同白米以1:2嘅比例混合煲飯，咀嚼感極佳。衝入亞軍位置嘅係全球醫學界公認嘅控糖神器小扁豆。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指南入面，小扁豆都被列為最推薦嘅主食替代品之一。小扁豆嘅升糖指數低到只有21至32，每100克乾豆含有高達25克嘅蛋白質同30克嘅膳食纖維。更加不可思議嘅係佢嘅第2餐效應。如果你喺午餐食咗小扁豆，即使你喺晚餐食咗少少高 GI 嘅食物，你晚餐後嘅血糖升幅依然會被顯著抑制。小扁豆洗淨後直接放入湯、咖喱或者同白米一齊煲15至20鐘，就會變得軟爛綿密，味道極之鮮美。重頭戲嚟啦！登頂全球第1名嘅減肥降血脂神器，答案就係摸魚。亦即係蒟蒻。在現代營養學眼中，摸魚係當之無愧嘅主食界終極黑科技。普通白米飯每100克含有大約130卡路里，
而由魔芋精粉製作嘅魔芋米或者魔芋麵，每百克嘅熱量竟然只有6至10卡路里，升糖指數更加係驚人嘅0。魔芋全靠佢核心嘅神奇成分魔芋甘露聚糖，佢係自然界入面吸水膨脹能力最強嘅可溶性膳食纖維，可以吸收自身重量80至200倍嘅水分。當你食落少少魔芋米，佢喺胃部遇水後會迅速膨脹，將你嘅胃部填滿，提供極之強烈、持久嘅飽腹感。而且魔芋凝膠喺腸道內會包覆住油脂同膽固醇，阻止腸道對脂肪嘅吸收，直接隨糞便排出體外。現在市面上已經有非常多魔芋米，大家煮飯時用1:1嘅比例，將魔芋米同白米混合煲飯，食落去口感同白米飯幾乎冇分別，但熱量同碳水化合物直接被砍半。睇完呢個全球10強超級主食排行榜，由第10名蕎麥，第9名燕麥米，第8名高粱，第7名鷹嘴豆，第6名小米，第5名黑米、紫米，第4名藜米，第3名青蒿，第2名小扁豆，到第1名魔芋，大家係咪有咗全新嘅認識呢？健康飲食從來唔係叫大家徹底斷絕碳水化合物，關鍵在於我哋要學會聰明咁選擇。由今日開始，大家去超市買係嘅時候，試下將呢啲超級主食買返屋企，煲飯時加入2至3種雜糧或者摩活米。只要做出呢個微小嘅改變，你就會發現腰圍喺不知唔覺中變細，餐後唔再昏昏欲睡，血糖同血脂指標亦會出現驚喜嘅改善。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同分享俾身邊關心健康嘅朋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